平安。平安。今仔日烦恼这我的天气刚是要过，真紧秋天就来啊！大家应该有感受到。今仔日是真正欢喜的日子咱在教会，咱朋友，咱的兄弟姊妹能够见面，咱今日也看到咱足侪社区的朋友来拢笑哈嗨的因拢足期待来教会，咱做伙来敬拜上帝。社区的朋友，我一礼拜有3天看到伊，比看阮老爸老母的时间较侪。兄弟姊妹嘛共款，我一年，像牛郎织女共款，一年竟然见阮爸爸妈妈100年安尼。所以咱真正是共一个的人共款，咱同心来祈祷。感谢主，多谢圣歌对伊的话，带领咱来敬拜。伊的话带快乐，伊的话带大命，伊的话包官兵，咱就用伊的话来优持咱家己的大命。尽心尽意爬主行，天父阮上帝，愿你信心的大快乐，互阮经历你无限的恩典甲平安。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箴言25章11节，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讲合宜的话，是一件真水的代志。那是金苹果放伫咧银盘的顶面。箴言18章21节，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它的，必结它所结的果子。咱人嘴所讲出来的话，比刀比剑搁较惊。话会救人，会感动人，但是话也是无法讲，嘛是会害死人。比赛咱就知影，如何要走，如何讲话，是非常的重要。有咱的时代大进步，科技大发展，人甲人之间沟通的方式愈来愈侪款。早前有拍电话，搁拍电报，咱老一辈较有听过啦。你若讲跟年轻人讲说打电报，你毋捌听过。我较早我住伫金门，阮较早金门甲台湾无电话，紧急的事情是拍电报，还是拍电报一般是算紧张的代志。现在人用 email， 还是用 FB， 但是咱无法度否认，面对面来讲话，还是非常重要，互人上有感觉，搁有温度。但是非常可惜，现代人逐项拢进步，无管是效率、知识、生活也比以前的人较好，较享受。讲话照讲应该是会愈来愈老讲，讲好话，讲帮助人的话，讲安慰人的话。但是如今搁毋是安尼。咱看咱国际的领导者，川普较亲胜的，用话差来差去，你无看咱囡仔共款。咱台湾的政府嘛是共款，这几十年来，骂来骂去，无管是国民党、民进党，嘛是共款。咱台湾够牛电视名嘴，名嘴每一个人比一个较恶毒，你讲的话会害死人。上行下效，咱台湾社会风气愈来愈坏。人甲人彼此之间要好好安静来讲两句话，敢是真无简单。直到大家发现咱良善的台湾渐渐的消失，人甲人之间互相无信任，换来的是咱人心的贪婪，社会问题一直发生。这几天的新闻，互咱感觉足痛心。父母幼稚一个囡仔才大汉，为了感情的问题来相杀。不讲不义的代志，伫台湾一直大家拢发生，互咱人对社会拢无咱转感。咱不时来调查咱人无法度价值是啥物？咱人其实比你想的更强。
你若感觉你外里个，现在人比受较长正。现在教会内嘛是受社会风气真大影响，因为咱教会的人共款嘛是爱伫社会来生活。咱真正信仰真容易受社会来影响。咱花咧敬虔的心嘛渐渐会来变款。当咱你变款的时阵，在中间就互魔鬼来空。伫到教会内不时看到有人因为互相攻击来攻击去，造成真多的伤痕。兄弟姊妹彼此的伤害，那伤害教会。教会本是要出光的所在，教会爱做社会的光较严。反正受社会来影响，渐渐就失落伊，互上帝互伊的使命。袂记你是一群受上帝拣选的百姓。今仔日所读圣经的背景是描写一群早前受上帝拣选百姓的故事。当伊些百姓埃及受压迫，苦迫的时，耶和华上帝就差派摩西带领伊些百姓过红海，行旷野，进入迦南地，上帝审视因南美较美的所在。这是耶和华上帝第一遍对因的救赎。但是故事咱拢知，伊些个百姓无珍惜，去受做囝儿荣耀身份，受耶和华上帝诫命甲律法。咱看犹大国最后几个王不断行耶和华所看歹的事，但是在中间看上帝又会疼伊的百姓。圣经安尼记载，神一再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嘲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话，讥笑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向他的百姓大发烈怒，甚至无法可救。这群无愿意悔改一切百姓，耶和华上帝就将因交予巴比伦这个国家，将伊个百姓掠走。伊这个国家就毁灭，这是一段真悲惨的故事，咱大家拢知。但是历代志下36章22节这么记载：波斯王居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先知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就激发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他下诏书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居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地上万国赐给我，又委派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就是修炼到外国70年了后，有一群愿意悔改的一些百姓，他因为子孙受上帝好调。愿意转来耶路撒冷，重新来起造圣殿，这是耶和华上帝第二遍对因的救赎。这群行足长，也长途对巴比伦到耶路撒冷，差不多咱台湾跑到台湾都有3倍咁长。期盼转来故乡的这一些百姓，看到故乡已经真一口。看到故乡残破不堪，但是带领伊的新友所罗巴伯、甲大祭司约书亚会带领高丽，大家游玩热情满满，准备材料要来起造荣耀的圣殿。咱会知，欢喜从地基拄拍好，当地有一伙人用伤罪的方式来破坏伊的工程。工程的进度是影响，做一天要3天，只要停工。这停工一休就10几年的时间，10几年，咱无法度想象，咱上帝百姓咱是停工10几年。咱知影，咱伫台北市咱来看，有一寡厝，一停工几啊年，迄钢筋就锈掉，迄厝。有一寡杂草，
其中的原因虽然大部分我来看，是因为外口的人来攻击，实在上主要原因是因内底的冷静。在哈该书1章3节，耶和华的话借哈该先知传讲，说这殿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你这边是梅牧师讲过，因化的豪宅，它才有天花板房子豪宅。这个对巴比伦转给一些百姓，巴比伦的统治下面，有可能会好袂歹，有家己工作。徛个生活，我常常听一寡老一辈人咧讲，因真怀念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代。我是唔知影，因哪会怀念？有可能是日本人有见识，日本人有秩序，后辈是生活过得袂歹。咱台湾人上爱去佚佗的国家就是日本，那日本人嘛对咱台湾人袂歹。但是这群等下要说明的这些百姓，可能咱什么拢无，来对头来拍拼。我拄着起圣殿无顺利，我有借口来对我。因就将家己的生活先来过好，将家己的法度来过好把。因为安尼讲，你看困难遮尔多，遮种种的借口，互人看起来好像就真有道理。信用的起初。从来拢是一件简单的代志。即群转去以色列百姓，乃会随随便便看待因受拣选的性命。因正对上帝选民荣耀的身份，还有上帝交托因去做圣殿的责任。当即群以色列百姓因受掠伫外国时，代表因已经离开上帝。离开上帝所代表意义是啥物？安尼这边敢知？代表是死亡。咱若是离开上帝，代表是死亡。但是当因搁一遍受救赎，转来耶路撒冷，代表因的生命搁重新甲上帝连结在一起，做伙。连结代表是失而复得，对死亡变国外，对黑暗变光明，这是全新的愿望。这款的救赎是超越咱人的想象。但是如今这群耶路撒冷的百姓，因既然随随便便放弃因这得来不易的身份，以色列的百姓同样的错误又在发生。咱现今的台湾嘛是安尼，每一个人如安尼看重家己特体的需要，教会嘛受真侪影响。依靠信仰的人民，无法度把信主的时间赶快来提升。不是你信的越久，你的比例不是应该要更高吗？无法度提升。咱台湾里捌主的人真是少，真大部分的原因是咱教会无法度互人闻到轻芳的味，无法度互人闻到基督的味。我毋知咱在社会好书店的朋友，你有闻到咱好？会味无？有啦吼，伊有闻到咱听伊的味啊。人有限制，上帝无限制。提摩太后书2章13节，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否认自己，他所拣选的，他负责到底。今日这段圣经在讲上帝靠背先知哈该、撒迦利亚这两位先知对代表的祖先省长所罗巴伯及大祭司耶稣亚来说话，跟上帝话临到伊的时阵，讲出伊的话。上帝说出指责他们的话：你们撒的种多，说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你们的工钱却装有破洞的袋中。但我感觉，这是一个好写咱大部分台湾人的境况。咱伫这世间，你追求真侪物件，但是拢无法度来满足。有一部分的
欠过，就是感觉拢无免怎追求到一部分的欠过。总说一句，就是活得没有安全感，不平安。金钱、财富没办法带来100%的真平安。耶稣也说，能够赚得全世界，失去生命，还有什么意义？为了追求世间的名跟利，将人活在世界上的顺序、优先的顺序搞错了。咱人活的世间，不是平安为了钱。上帝继续透过先知对因讲鼓励话，因为刚强壮胆，因为我与你们同在。当上帝的话、上帝的灵一起对他们来说话的时候，没有人不会改变。跟大头来改变，下面的人来看。以色列百姓本来已经硬决心，回小个，无咱的双手重新搁压起来。当上下同心合一，往一个方向来前进奔跑的时候，绝对没有做不到的事情。终究那是上帝应允，因为我甲你同在。照圣经的记载，要使你的信件真顺利。你几年的时间要来去做完事。讲话对咱来讲是真正是真奇妙的，我感觉。我们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话语是一种奥秘，它不是神秘哦，它是奥秘。许多上帝创造这世间所有的万物，嘛是从伊的嘴讲出来。上帝讲，要有光就有光。上帝讲，咱就叫人亲像咱想，叫咱的款，互伊管理海的鱼、天的鸟、甲真生、甲全地，伊是地上一切会飞的动物，事都安尼成。这个是非常大的神迹。上帝因话来创造人，讲互人有真快管柄来管理这个万物。咱看历代最多的先知受好调，嘛拢是因为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敢有大贵力？虽然有人讲咱即款的先知想要来夺走，但是迄是无法度改变上帝的管理。咱看新约的时代，耶稣伫加利利湖边咧行的时，看到两个兄弟啊，叫做彼得的西门，甲伊的小弟安德烈。耶稣对因讲：“来缀我要互恁得到人，亲像掠鱼的得到鱼。”因他们听到耶稣的话，因就爸爸放。后来跟对耶稣，保罗先生嘛是同款，等于大马士的路上，拄着讲我的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的话，互保罗为人来改变，真侪宣告福音的根本。上帝话会产生遮大的改变，是因为当咱人听到话，话会透过咱人的耳孔，入到咱人的心，咱的心会受启造、甲鼓励、甲改变。上帝话好像是信心的宝剑，迄宝剑是一个斩入咱人的心真深的所在。话是咱内底家己的所在，咱拢唔知。受宝剑刣着人，非常的痛苦，痛到一个程度会嗷叫，会流汗。各位兄弟姊妹，凡是知影疼的人，较有法度知影时间其实是真多啦。知影家己做的人，较有法度，我来真实的悔改。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大先为咱来牺牲，为咱来死。悔改是一款行动，人首先爱彻底，人要彻底的先转向上帝，要离开原来太不稳，要离开他自己的舒适圈，不能站着不动。我被悔改，你不能站着不动。
你要从你对家来转过来，迎上帝。咱咧开始用上帝角度来看做侪项嘅代志。不管外面的环境如何的艰难，咱心内偌委屈，咱拢知需要改变的伊本是咱家己，袂是别人。当上帝话要去做伊家己的圣殿，上帝话带来，互咱每一人建立对死国我的信仰，互咱的性命得到医治，然后做出惊人听的快乐。阿门。我出生伫金门，是生活伫一般民间宗教的家庭，就是甲大部分的人共款，对细汉就开始提香拜拜。所拜祖先甲神明是阮咧村社大家的重心。每一人对出世到读册、娶某生囝，甚至是2008岁时阵，阮祖祖的拢甲这个神明脱不了关系。我对细汉，我就做以来甲阮阿嬷4岁去拜拜，求平安，求长好寿，求留读册。有时还会喝符水，保平安。拜拜上大好处，你敢知？拜拜有什么好处？有人要讲着无？啊？你比较？你只能拜拜，我说人。拜拜上好的就是闻香车。哦，细汉迄阵哦，人做善食，拜拜准备做着物件，我拢会得第一食。啊。来到台湾，看大部分的台湾人共款，嘛是共咱咧拜拜。伫工作的时阵，初一十五嘛是咧拜拜。我嘛爱算命。每一人对神秘的东西都非常的有兴趣。过年时，一个月嘛，拢会做伙啊，去大庙去拜拜，就关渡神关渡什么呢？关渡宫啊，拜拜安祖村。安尼一路来，生活真正是诚顺利。这神嘛是真正大家拢来拜。但是30岁左右，伫工作中遇到真大困难的时，怎样求，怎样拜，我平常时所信的神，哪会无法度来帮助我改变？你到公司倒去，我较知，我没有自己想象的这么厉害。我对出社会开始，到公司倒进前，我感觉最难。我一直觉得我年轻才俊，我应该蛮厉害。啊，性命第一遍，把你遐前面的高底，人虽然挖掉，但是我早就行尸走肉，心脏有细皮，对你来说吗？我是活着死的。咱社会做着即摆是看会死人，你是吗？你敢是看到会死人？上帝林立因带已经走头无落半来到教会，教会内兄弟姊妹用上帝听，无条件来接纳我，用上帝话来鼓励我，安慰我。他们用实际的行动陪我行过一站过一站死人的山谷，因带我来到清水的草坡甲溪水边，互原本已经对人生失去希望的我，互孤单的心，好亲像湖水之外，重新得到休息。上帝听，互我这搬着的死人，真正是个活起来，死人又复活。这其中对我影响上大就是为退休的顶落。我入拜的时阵已经59岁，而我信主这10几年的时间，伊陪伴我，教导我，甲鼓励我。我感觉今仔日有法度看遮，虽然只有滴落伫3年前因为中风来过身，但是伊对我的疼，深深影响我。你无会生活，你若鼓励，爱我靠上帝，
爱相信上帝。今仔日是重阳敬老主日，咱教会有42位70岁以上的长辈。咱的长辈是教会内底最重要的一群，因是咱进行教会真重要信仰的根基啊。因一直是拢是咱头一辈信仰领域的老师，扶持教导甲帮助咱的成长，互咱的信仰会在一代搁一代来传落去。咱爱多谢咱的领长，咱拍手一下。虽然如今咱的长辈42位，一间教会是社恐怖。阮进前是新兴教会上面长的是阮丈母娘。哦，咱遮有90几岁，感谢主啊，感谢主啊。咱的长辈年纪一年一年来老，体力也无以前较好。甚至无方便来行来走，但是看大家安尼认真期待下礼拜真欢喜。传道除了祈求传道除了恳求上帝，伫你每一天的生活有上帝看顾甲加给你开力以后，上帝要传道也要来勉励你，传道也要勉励你。无论得时还是不得时，拢是来传主的道理，继续用恁的生命来影响较侪人的生命，用恁的听来起造建成教会。若那亲像我这位过身的长老，因为过身之前，不断用伊的生命来影响我的生命，这位长老。咱70岁的时代好无？阿免，阿免。另外，今日非常欢喜，咱社会引化所有的好厝边朋友来 MC， 甲咱做伙来欣赏，感谢你。这是真水的一项代志。受咱传道部长、教会长老邀请，我哋拜师拜五，咱引化所好厝边，咱拢讲咱这3天有差不多100多个人。中昼食饭进前，我有15分钟对因的分享。老实讲，而且长辈面前，因的生命的经验比我较丰富，因遮的言比我行的路较侪。不过，因拢真认真、谦卑，你听我讲。食饭的时，因拢会主动对我讲，传道来教会真好。真正是感谢教会安排遮多课程，互阮来学习，搁会来参加的同学，因互相称为同学哦。因食饭买摆票哦，经会长老都安排值日生哦，吃完之后要洗碗了，洗碗了，因他们在上小学，甲伊同学最会食饭，你知无？二次会甲伊一人食饭哦，一面吃哦，不是我老师，我来遮食饭，真正是真欢喜。恁遮的菜特别好食，咱遮讲，李金姐，恁的菜特别好食，教会我感觉真温暖，特别是科长老、郭干事，这个同工叫有真大的照顾。有社会朋友咧分享，传道你讲的道理真浅，我听无，还好我不会大道理，我只会浅道理。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甘心乐意，喜乐的心是良药，凡事感恩，原谅别人就是疼家己。另外，伊嘛对我足侪鼓励讲，传道你足爱笑的哦，你的笑声真好听，有无？有啊。我讲，难道你长得又高又帅？大家有笑啊！我怕大家拢无咧笑啊，我有笑你。感谢主，咱共款，咱大家拢是又高又帅，咱是上帝囝，大家拢是感谢主，凡是咱教会同工团体去服侍咱社会朋友，
其实咱因为身上得到比咱付出搁较多。这就是生命影响生命。多谢社会的朋友，你互咱建成教会，有存在伫这社区的价值。互阮有机会学习耶稣的教示，疼厝边，亲像疼家己共款。互读者落体耶稣基督的疼显现出来。各位兄弟，各位兄弟姊妹，咱信家庭起头所言的，人活着毋是靠食物，人是靠主所讲的话。生死在舌头的下面。人所讲的话，带来台湾目前社会最多的纷争。人的话，互教会内受真多伤害。但是上帝的话带来大困难，上帝的话带来互人毋忘。咱拢是上帝照伊的形象创造的，咱拢是伊的囝儿。社会的朋友，你嘛是上帝的囝儿，咱是上帝伫地面的代表。咱所讲的每一句话，拢是有气力的，因为咱每一句话后壁面，拢代表着咱属灵的生命。愿望上帝帮助咱建成教会，用上帝的话来启造咱的教会，行出耶稣牺牲、奉献、较柔软的听。伫听的内面，咱彼此来学习、饶恕、合一、包容。甲锻炼，就亲像等下一个林华珠好主编要所献的诗，爱多一点点，悲伤就少一点点，关怀多一点点，忧愁就少一点点。爱是一颗小小的种子，埋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只要你愿意多一点的关怀努力，世界就会变得更美丽。咱当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用你的话亲自来安慰我，来鼓励我。愿你的话成做阮的家庭、工作上、感情拄着困难的时，你的话带予阮安慰、鼓励，啊，帮助阮伫教会这大个家庭的中间，大家互相彼此相听，彼此扶持。彼此鼓励，来行这条天路，按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